作為一個 Sony 嘅攝影玩家，咁基本上遇到人靚景醜嘅時候，我係會用一支70-200 GM2嘅，咁就會針對翻 model 嘅靚啦，咁同時用景深將風景個醜模糊化，利用景深嘅效果作出最靚嘅作品出嚟。對於人靚景靚呢個情況之下，我會用一支 Sony 嘅24-70 GM2，咁嘅話可以同時捕捉到 model 嘅靚同埋景嘅靚，咁利用光同埋線條可以令到個作品更加美上加美。如果對於人醜景靚嘅情況之下，我係會用一支 Sigma 嘅35mm EGDM Art 嘅，咁基本上因為佢嘅色澤就比較靚好多，咁就可以到時針對翻風景嘅靚，令到個色彩更加好，跟住個效果將人放細少少，將個重心點放喺個風景，咁就會令到個作品會更加好。如果你呢個攝影師咧影到人景都好醜嘅話咧，我就會用一支11.43mm 對付你。